国家人权博物馆甲21个人权绘本相关工作者，因相关的经验写做一本册，成做一本工具册，会当提供予有意愿参与人权绘本创作的人，成做一个参考的模范。浅白的色水、古水的图样，以简单的方式，用台文认捌日本时代医师赖和的历史故事，甲伊的人道精神。赖和出世是伫个日本占领台湾的前一年嘛，爱伫个日本战败的前一年就过身。伊的一生差不多就是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。伊是诗人，是文学家，写小说的，嘛是医生，嘛是社会运动者。这本2匹喙手医生赖和台文绘本，是黄玉琴开3年的时间收集资料，研究赖和的一生才完成的绘本。伊讲资料整理是创作绘本当中真重要的部分。赖和先生伊的资料算是济，毋过讲起来无像讲外国拢有较济讲，像讲有影片啦，有足济传记啦，有啥物货试过去捡，安尼慢慢捡，捡了后资料足济，佫。那想讲要哪剪裁？国家人权博物馆邀请21个作家、画家、编辑这寡资深绘本工作者，甲亲像黄玉琴这寡人创作绘本的过程甲美学写做一本工具册，互未来要创作人权绘本的人通做参考。人权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，要怎么样用多元的形式，去把人权的价值跟理念都推广出去。绘本我很容易看，可是它那个创作过程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去沟通。人权馆表示，因透过绘本工作坊这寡方式推广人权绘本已经真侪年，现在是也望透过这本工具册，通吸引更较侪人踏入人权绘本的世界，互囡仔通以多元的方式了解社会甲台湾本土的故事。记者关长随新北报道。